秀薇，我係金發麻雀嘅第二代傳人。咁我13歲就做呢行噶啦。1970年開始學師咯。我哋手挑麻雀好強調一樣嘢，就係144隻都係麻雀係手挑。因為你嘅少年、中年、老年都喺呢度，即係就算呢度第日重建或者拆咗咧，我哋都會行翻嚟嘅，因為呢度有你好多嘅回憶嘅，即係啲所謂啲人移咗民翻嚟香港尋根一樣。唔使澳門佢哋嚟嘅，但係嚟咗10年，我哋走嘅，就係因為佢堅持唔到咯，冇持之以恆咯。而且你係揾唔到錢知嘅，花費好多精神時間嘅。都好多因素嘅，又一就俾人哋廣泛啊知道下啦，二又有好多嘢，又真係好驚佢沒落啊，唔識嘅。新加坡、日本、韓國個個嚟，我都唔識佢講。不係，佢哋會同我哋身體語言嘅，就算我哋唔識英文，佢會同我溝通。阿 Q 精神啦！我而家60幾70歲咯，都冇乜大件事咁啊，阿 Q 精神咯嚇。